去年的比赛当中曾经输过一场常规赛啊小组赛，但是呢那场比赛也是碰的对手比较强。那么伊利夏提是保持去年的5轮的小组赛全胜，而且有4 KO 啊，这个比赛很硬啊。刘洋的输的那场拳呢是被对方这个 KO 胜的，所以这场比赛啊，我们看一看啊刘洋的表现怎么样。但是刘洋其实在比赛当中表现的这个水准还是不错的，这是一名我们说解放军的运动员，原来啊。好的。伊利夏提埃尼瓦尔的拳是很厉害的啊，分量很重。刘洋在压低自己的重心啊，再往内线冲啊。台才在提示他呢，不要用额头撞对方。好的，后手直拳不错。好的，直拳。漂亮。刘洋呢，在打一些这个背靠绳栏的急停之后的变向，急停之后变向的过程当中找一些拳。我们注意看，刘洋的这个拳架啊，护头护得很严密，而且重心很低。虽然他的身材上面比对手有优势，但是呢，他是压低重心跟对方在打近距离啊，并没有完全利用自己的臂展啊。通过急停啊，通过环绕步来调动对方，也是一个练得比较规范的一个拳手啊。啊，高一点啊，太低了，确实，也导致在这个回合当中2次在和对方身体对抗的时候呢被压倒。啊，哎呦，好拳，找到空当了！哦，不是击倒啊！伊利夏提以为是击倒啊。刘洋往外准备启动打反击的时候呢，脚底下没有控制好，摔倒了。这并非击倒，但是第1个回合恐怕依然会是伊利夏提占优。第2回合一上来，伊利夏提的启动很快。好的，都是摆拳接直拳啊。好的，4拳。对方想要在这种近距离的进攻当中呢，抓到刘洋的头部是很难的。刘洋的架子护得很严密，换拳，伊利夏提连续2个换拳。刘洋呢在找一些换架的这种空间。好的，击肋。
刚才是抓了刘洋一个勾拳。直拳抓到了，刘洋的脖子被打松了，危险！伊利夏提要扩大战果，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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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伊利夏提，好的，好的，脚底下这个步伐真厉害。我们看，突然向右侧的连续做这种跳步，跳步之后呢，带出自己的左手的勾拳的角度来。连续3次在这种阵体的进攻当中呢，你看还是这么打，还是这么打。就是这种跳步之后来接。刘洋呢要注意对方的这种变化，步伐上的变化。后手直拳。伊利夏提的这个拳头啊，确实是厉害。好的，伊利夏提一直在想办法调动自己的左手，漂亮！打你起身这一下，刘洋危险，刘洋危险！又是一个后直，刘洋危险了，要注意！终生救了刘洋，这个回合。再多10秒，刘洋可能要被击倒。终生救了刘洋。厉害，厉害，厉害！再看一下这个回合当中，伊利夏提的拳头。后手直拳真清楚。刘洋投白毛巾了。刘洋放弃了。觉得上一个回合劣势比较明显今天刘洋似乎没有展示出他的体力王的特点，因为比赛到这一轮已经结束了。权力联盟今晚的收官战也很棒哦，很棒的悬念，很棒的结果。第10轮的比赛结果马上就将揭晓。今天的对阵双方是红角对阵蓝角 ，the red corner versus the blue corner. The decision is the TKO.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